欢迎大家来到5分钟学说台语。5分钟学讲台语，我是阿珍。大家好，我是静璇。大家好，我是优柔，老师好。江老师您好。老师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江廷玉老师，台湾台语语言竞赛评判委员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语言辅导团顾问，前高雄市瑞祥国小台语老师。老师，那我们今天呢要学一些症状：发烧、发烧、咳嗽、咳嗽、这有听过哭嗽？哭嗽的，一直嗽，一直嗽。一直咳嗽。可能暗时伫遐咧哭嗽，嗽袂停的就对啦。那一般人讲你有在嗽无？你有在咳嗽无？其实嗽袂使啊，一个字就可以了。但咳嗽这两个是用咳嗽，刚好以对两个来讲。老师，那我们咳嗽久了造成喉咙痛，那喉咙痛台语怎么说？拉喉痛。拉喉痛。拉喉痛。我拉喉痛。拉喉痛的，爱啉烧茶啊。要喝温水啊。发烧烧茶就是烧茶之外啊，还有流鼻涕或是流鼻水。一般讲流鼻水是比较清澈的，那叫流鼻水，水的水嘛，流鼻水。那你啊，迄个较粘稠状的，那叫流鼻。所以咱有流鼻水跟流鼻涕，它是有差别的。一刚开始可能就是有流鼻水嘛，像我们一般感冒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那也叫做流鼻水。如果是像那小朋友感冒的比较久了之后，那个鼻涕是挤出来都稠稠绿绿的，老皮好，那鼻子有震动的时候啊，才是正确的啊。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症状，比如说呼吸困难。咱袂使直接翻吼，呼吸的人讲呼吸困难啦，但是这人听无。你也听无吼？咱来讲呼吸就是喘气，咱后边这有看到喘气，喘气就呼吸嘛。好爱歹就是不好的嘛，那做歹喘气就很难呼吸，有呼吸困难，做歹喘气，但是歹喘气嘛是会使啦。先学喘气好啊，喘气就是呼吸嘛。喘气，做歹喘气，嘿。做歹喘气。老师，我们讲，老师都听懂吗？懂。好，做歹喘气就是呼吸困难。好，那如果是疫情的时间呢，就会常常有宣导啊，会说，如果是你失去的味觉或是嗅觉的时候啊，就真的是一个警惕，大家赶快去看医生。好，那失去的味觉，那怎么说，老师？你也知我就失去味觉，迄人听无？味觉是用食的嘛，那食起来没有味道食起来没有滋味，食无味，食无滋味，就是食无味啦。食物件的食哈，老师食饭的食。那无味啊，这一字就是食饭的哦。好，食无味，就是吃的无味嘛，对不？对，食起来无味啦，无味，食无味。你唔知你是不是失去啊？你不知道是不是失去，可是你真的吃起来就是没有滋味的啦，没有味道了，食无滋味，食无味，食无味，品无。皮膜对，皮膜，失去嗅觉啦，对，就是你闻不到嘛。鼻啊是名词，加一个叫鼻啊，鼻啊去鼻，鼻子去闻叫鼻膜，其实鼻膜气味啦。你要讲鼻膜气味，那唔能讲遐济鼻膜。我鼻膜呢，你鼻膜害啊，紧去看医生。我讲食饭就食无味，就是食物件无感觉有味道，对不？对，没有味道。对，你讲了真好啊。对，然后闻不到，就是鼻膜。那老师疲倦那个台语怎么说？要讲疲倦吼，会讲那个叫忝，我足忝的。足忝，那比如工作回来很累。第二个叫闲，人的闲闲叨叨，软搞搞安尼，
人足闲啊，神到都能够搞。神仙的就是没有精神啦。人显仙，嘿，显仙。贵人弄神仙，但是没有精神，是不是老师？贵人弄神仙，整个人贵人。仙仙的在甜甜买赛啦，把它叠字词，我人讲甜嘛。甜或是仙，这个都是疲倦的。感谢大家，下周再会。感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